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了这几年钱变薄，物价起，厝价甲租金嘛愈行愈悬。政府通过租金补贴新办法，人讲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。无论是细厝或者是买厝，拢希望做田就要好田钱，买厝就要有好厝边，徛到好地理，较好捌拳头。唠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这几冬的厝价是愈来愈悬，有的人无法度买厝，就先细厝。可能呢，咱是因为工课还是读册关系，伫无共款的所在来来去去，这时阵就爱找一个大的所在。这时阵咱就会变做是厝骹要找一个厝头家来细厝，爱甲这个厝税钱纳入去。你若是学生啊，凡说你是住伫宿舍还是学寮，有一寡人会找中人来斗相共找厝。你若是感觉即个厝伊的环境条件袂歹，即个厝伊的价销阁会使负担，你就会使甲厝头家来签约。签约的时阵，即马大部分都爱先立一个押金，押金阁叫做地金。讲到台湾的厝，上古早、上传统的，就是伫咧中央有一块大的空地，外形亲像一个无共款的大型厝。透天厝就是内面是一家伙仔做伙住伫内面。即个另外一款是公寓，一个大楼内面有真侪户。有一款厝踅出去的时阵，内面是空，啥物物件拢无。这时阵厝骹就爱买家具，上基本的就是爱先买一个冰床，才有所在通困，阁会使买一个碰椅，才有所在会使休困。放物件的家具就叫做橱仔，放衫就叫做衫橱。你若是学生，凡说你需要写字刀阁叫做册刀仔。讲到即个找厝、细厝的时阵，有人会开始惊即个方向，也是风水，因为有一个俗语叫做“坐南向北，趁钱稳达达”，意思是即个厝若是向北边，表示咧你的财运会袂歹。除了有好风水，大家上关心的就是敢会使找到一个好厝边。有一句俗语是安尼讲的：买厝着好厝边，做田着好田边。意思是人拢希望家己会有好厝边，做田人嘛共款，希望家己边的、隔壁的做田人是好斗阵的人。阁有一句是：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。意思是好厝边真正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，即马就甲时间交幸哦，以上主播。